谢谢爸爸妈妈守护家园，喝下第一口。先去老母羊7天先然后说甘露水。第二口回报法乳之德，谢谢爸爸妈妈，谢谢前人、副前人、各位点传师、各位前贤，因为你的引领，后学才能步入道场，感恩。喝下第二口。第三口，誓愿德慧传家，让这份道心代代相传。大家喝下第三口。一茶一会三口香，大家心地光明、清净、健康、平安，道化家庭有爱无碍，祝大家都能够福慧圆满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可以先关起来了，给大家还有给爸爸妈妈跟大家一起掌声一下。假模完给那配的，没有师傅也回去。然后最后我们要来一个爱的誓言哦，咱都做真济啦，咱还搁要讨做济啦吼。各位全选有摕到做济无？他们有摕到做济啊？有哦，啊是搁无满足，搁想要讨的无？啊无搁来回，搁来讨继续。有啦吼，有够啦啦，嘿，啊咱来最后呢，我们来对我们的爸爸妈妈哈，来发出我们的一个心愿哦，来请大家站起来，来我们一起念哦，感念生生之恩，预备。